三个祈祷。特别是伫阮今仔日佫自就伫即个所在，要三我来想阮的主所讲的话，甲阮讲，伊是真理、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主恳求咧圣神伫阮的中间，帮助阮讲的听的会佫较确信，伊真正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对，实在讲，我讲的这道理，应该拢是国外济以前讲的，因为国外济吼，我有2礼拜拢无讲我就是啥物的，我已经讲即个第6个哦，这是第6个。要讲即个以前吼，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， 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，我爱甲大家直接先甲大家讲吼。PowerPoint 头一个吼，对约翰第13章到17章哦，13章是耶稣甲学生洗骹。伫约翰福音段吼，无记耶稣设立圣餐的代志，是用耶稣甲学生洗骹做代替，这是真有意思的代志啦。对13章开始到17章吼。是耶稣甲学生做伙守晚餐了后，甲学生洗骹了后，伊开始甲学生讲真济话。对13章到17章，你去甲看，拢总耶稣在讲的。这敢若约翰福音内底有哪点？别本福音书拢无。这敢若所以对13章到17章吼。耶稣毋是对群众在讲话，是甲伊的学生讲。13章开始的时，迄阵还佫12个学生。到第13章的30节吼，你会看到耶稣讲犹大要甲伊出卖了后吼，第13章的30节，犹大离开，所以剩11个。对13章的30节以后，一直到17章，拢总是耶稣对这11个学生讲的话。所以遐个话吼，遐个话是对你甲我咱做耶稣的学生的话。这是耶稣的厝内话，毋是对外口讲的。伫即内底吼，伫即几章的内底，迄个 I am， 我讲迄个 I am 吼。有7个 I am 对无吼？有2个是伫即中间。咱今仔日要看即个最后晚餐的训言哦。我去 Google 找着训言的是中文啦。我应该写讲的是伫迄个最后晚餐的教示，耶稣的教示，应该是教示较少咱啊。有翻做楼房讲论吼。discourse 的英文的意思是讲论的意思啦，所以是拢总是耶稣的教示。upper room 是楼顶的意思，耶稣甲学生守圣餐是伫一间厝的楼顶，所以是 upper room 的教示啦。所以这我要甲咱大家讲，后礼拜咱甲这个讲的，咱甲这个有关系。我伫准备讲道的时候，我真学到这个约翰呢。约翰这个时阵吼，伊原来伫遐耶稣讲遮的时，伊拢在场。伊迄阵还佫是10几岁、20岁少年的。耶稣的学生内底上少年的是约翰。伊写福音段的是已经年老啊。你去甲读约翰福音段哦，伊写甲拢足详细，你知影无？写甲足详细。譬如讲，耶稣甲学生洗骹哦。彼得耶稣要甲洗骹，还是伊问耶稣洗？迄约翰迄一句话拢写出来。我拄仔讲的犹大出去吼，犹大甲耶稣甲讲，你要做的代志，紧去做。学生大家毋知影伊是伫讲啥，要叫伊去创啥。迄个约翰。第30章的第13章的30节讲，犹大出去，迄个时阵是暗时。迄是讲犹大出去吼，是入去黑暗的所在。
迄约翰真敖写呢。我伫想讲哦，伊哪会遐尼济年后还佫记会牢哦？我甲你讲哦，我若甲你问，我2礼拜前的讲道，恁几个人会晓讲？我毋是要甲恁考试，无迄个意思。我吼去看我以前的讲道，1年前伫遮的讲道哦，这 YouTube 拢看会到。我嘛袂记得我讲遐个代志，你知影无？约翰竟然记遮尔济，我感觉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为什么会当安尼？我甲你讲，敢若一项解说尔尔，圣神得甲伊启示啦，以外无可能。一个讨戏的人哦，会当写甲遮尔水的物件。咱拄啊读迄个做伙读迄个新的界面，恁着三听真像啊，迄拢耶稣讲的。伊少年的时听，伊年老的时才写的呢。咱普通人的头壳敢有影有遐尼好？我真正相信圣经哦，我愈来愈感觉圣经真正是足丰富的物件。即内底足侪真奇妙的代志。后摆若有机会哦，我会阁倒转来哦，专门来讲13章到17章，内底物件是足侪，你敢知影？我大概吼，咱即个 IM 即个 Siri 讲了吼，我要来讲别项啊，因为约翰福音段真正是真歹讲，我坦白甲恁讲。咱今仔日要讲耶稣讲的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我有讲过，耶稣伫讲迄个 IM 以前吼，拢有发生一寡代志，了后伊才顺迄个机会讲 IM。今仔日咱有对13章的36节读起，迄个以前耶稣甲学生洗骹，耶稣甲学生洗骹了，伊甲学生讲：我做老师甲恁洗骹，恁嘛都要互相洗骹。搁落去，约翰讲吼，耶稣的心吼，伊的心啊，伊心内啊，伊的心内非常激动。耶稣嘛是真激动啦，伊甲学生洗骹了，伊知影得要发生啥物代志，搁几点钟伊就要互掠，伊知影，伊嘛知影犹大在咧出卖伊，迄个了，伊的心真激动，伊甲犹大讲。伊甲学生讲，有人因恁中间有人要甲我出卖，逐个咧问啥人，无人知。耶稣讲，甲我问，咱拢知影迄个故事吼，迄个甲我伫遐咧问摕饼迄个人，是犹大嘛。我拄仔讲，耶稣甲犹大讲，你要做诶代志去做。犹大吼无，耶稣讲到遮明啊，伊吼真正是。心肝去互魔鬼摕去，伊一点仔感觉伊出去。迄个了后，耶稣开始甲学生讲，伊伫要用光，伊伫讲伊死诶代志啦，伊伫讲伊死诶代志。一个人搁几点钟就要互掠哦？你知影伊诶心情？伊甲学生，咱今仔日甲学生对话中间，彼得甲伊讲，耶稣甲因讲。第33节，耶稣甲因讲：我要即马要去的所在哦，恁袂当去。后摆恁会哪会去？即马恁袂当去。彼得问伊讲：你是要去倒咧？讲袂当去。伊甲耶稣，搁甲耶稣讲：我要缀你去呢，我要甲你做伙去，我要做你到落尾。耶稣伫遐甲讲：假袂提以前，你3摆毋信我。伫即款情形的下面吼。咱看第14章的第1节，耶稣甲伊学生讲：恁的心毋免烦恼，毋免着急。我细汉的时，拢念是巴克勒博士翻的。耶稣讲：恁的心毋通白白，迄阵啊白白一卖，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。我拄仔讲，耶稣要讲犹大要出卖伊时。约翰讲，伊的内心足激动的，耶稣嘛是着急不安呢。伊做一个人，伊嘛是安尼呢。
总是伊伫遮，伊还搁咧烦恼伊学生，甲因讲：恁的心毋免着信上帝信我。伫即个时阵，信以外无别条路通行。伊知影，伊家己嘛知影。伫即款情形下面，伊甲学生讲：我要去倒位？伊甲学生讲：我要去倒位？我要去我的爸遐，我要去甲你准备所在。咱拢知影即站圣经吼。啊，即个多马，耶稣讲了，雄雄甲伊问讲：啊，我若毋知影你要去倒啊，我哪知影迄条路？真侪注解内底写的吼，真侪牧师写即个代志，拢总伫讲多马吼，安尼乌白问啦吼，讲耶稣拄仔才甲你讲，我要去我的爸遐，都甲你讲我要去爸遐，啊你佫讲你毋知影要去倒，逐个拢安尼写。我真正感谢多马去问即个问题呢。伊若无问即个问题，耶稣袂讲我是真理道，我是道路，是真理话命，敢毋是？咱中文有一句号做吼，我讲迄要安怎读？叫做弄巧成拙。弄巧成拙是做免真好诶代志吼，互你变甲拢歹去，迄做弄巧成拙。多马问即个问题吼是弄拙成巧，你敢知？好佳哉伊有问呢，所以我今仔日吼要甲咱来三个看耶稣所讲的，我是真理，啊，我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这是耶稣的约翰福音第6个 I am， 第6个 I am， 我是耶稣讲我是啥？伫遮我原来要强调，耶稣伫遮甲伊学生讲：恁的心毋免着急，着信上帝，嘛着信我。我讲真侪摆，约翰有写讲，伊写约翰福音段的目的是要互咱信耶稣是上帝的囝，通过伊来得到活命。伊明明安尼写，所以信这项代志真要紧。咱大先来想道路这个代志哦。道路，什么是道路？你敢知影？耶稣对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，这个名吼 ，Christian 基督徒吼，是到《使徒行传》第11章开始，才有这个基督徒这个名词走出来。基督徒的名词走出来时吼，是看轻迄对耶稣的人。犹太人甲因好讲，遮个人是基督徒。恁遮个人咧对一个互人顶十字架，讲伊是基督，啊，恁逐个拢咧甲拜。恁遮个人足戆呢，恁这有做基督徒。即马逐个拢相争，讲要讲我才是基督徒，逐个拢讲要伊是基督徒。开始的是基督徒是看轻，迄个基督徒的名词出来以前吼，对耶稣的人有做啥？恁知影无？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吼，请你做啊。第9章的第2节吼，这是保罗吼，伊要去大马色，吼，请你创头前迄个，伊要求大祭司写公函予大马色才会回堂，准伊所查吼。若有找到信奉这个道路的人，英语叫做 anyone belong to that way， 就是耶稣讲的，迄个道路就是这个 that way 啦。英语 I am the way， 这个道路，保罗去大马色这个代志吼，是主后35年发生的代志。耶稣互人顶十字架是主后33年的代志。伫2年的内底吼，信耶稣的人吼，互人称作是对迄个道路的人。所以你就知影，咱对遮知影，耶稣讲即个 I am the way， 对遮的学生的影响是足大。伊真正是咱要去到上帝遐即条路。阮就是对伊即条道路，这是真无共。所以，这个道路，耶稣讲伊是道路，
影响到过来彼得、保罗传道理，拢总讲这个爱，用这个爱理来讲。恁搁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12节，这彼得讲啊，伊讲耶稣以外拢无拯救，因为伫天下人间，上帝无赐别个名，互咱通倚靠来得着救。你会当，伊无讲着道路，总是这就是除了耶稣以外，咱无法度通得着救，就是道路啊嘛，敢是？啊，保罗搁去讲真济，请你搁落去迄张哦。伊讲哦，以弗所第2章18节，伊讲通过基督，咱两边的人，伊讲两边的人是讲犹太人甲外邦人啊，犹太人甲外邦人，两边的人拢会当对上一个圣神来亲近拜。即讲耶稣是咱要亲近上帝的方法嘛，这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第3章的12节，伊讲甲基督结连，通过对伊的信，咱通充满信心，好打就近上帝。咱靠耶稣会当就近上帝，嘛是在讲耶稣是道路，敢毋是？啊，希伯来第10章20节，希伯来作者写讲，伊通过杖离，伊就是在讲耶稣互人钉十字架迄阵，圣殿的迄个杖离对顶头到下骹破，因将迄个杖离破开吼，看做是耶稣为着咱拍破伊的身体，伊通过杖离就是家己的身躯，甲咱开一条新搁活的路。耶稣是道路，这是初代教会的信仰，这是初代教会的信仰。我伫准备的时候，真偶然去看到吼，诗篇25篇，这是大卫写的，大卫写的哦。大卫伫耶稣的2000年前，伊的诗篇祈祷上帝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，将你的道教示我。大卫伫耶稣的2000年前，都甲上帝求讲：你赏赐我一个道路。2000年后，伫伊的子孙的内底，出一个拿撒勒人耶稣讲：我就是道路。你敢无感觉这真趣味、真趣味的代志？道路，咱过来看真理，真理。耶稣宣告讲：我是真理。真理这个物件真歹定义啦，真歹定义。人的冤家吼，常常是吼，我感觉我是真理，你毋是真理，咱才会冤家啦。啊，你嘛想讲你是真理，我嘛想讲我是真理，咱就冤啊啦，敢毋是安尼？咱真侪人讲哦，这哦世间无迄个绝对的代志啊，食逐项拢相对的啦，吼。敢有啊？耶稣讲我是真理，这是真好打的一句话呢。这是真好这个耶稣讲我是真理哦，原来正做后来教会的信仰真要紧的地基。耶稣约翰讲耶稣道成肉体，道就是上帝。咱拄啊读的诗篇，迄个箴言第8章，恁读的时恁有感觉不着？迄个智慧甲真理是真活的物件。智慧讲上帝创造天地时，我就伫遐。甲迄个道成肉体，上帝通过耶稣拢总做真活，敢毋是？真理甲智慧，这是真活的物件。伫约翰福音段的内底，约翰伫足侪所在，拢总将耶稣甲真理当做伙。伫约翰福音段内底，真理这字出现25摆。马太
敢若1摆啊2摆，路加甲马可嘛是1摆啦2摆尔。约翰25摆。开始的时，伊讲道成肉体，道就是上帝。耶稣是上帝的道，伊来世间，伊是上帝，上帝是真理，这无人会当，无人敢讲 no 啊。所以会当落来世间，就讲我是真理的，敢若耶稣会当讲了尔。你去甲看约翰福音传内底，也是保罗来书信内底。拢总有在讲即个代志，耶稣是真理。我有摕几啊位的圣经节出来第一章，约翰第一章，咱以前拢看过啊第一章14节，道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，充满恩典甲真理。道成肉体来充满真理，咱有看见伊的阳光。过来第17节，律法通过摩西颁布，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。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来，无人捌看见上帝，敢若上帝的囝捌看见上帝。咱直接看见耶稣是搁落去迄个约翰。佫讲真理的代志，这是约翰讲的，这话是约翰讲的。18章第8章的31节甲32节，这是耶稣讲的。耶稣对遐信伊的犹太人讲：恁若继续遵守我的话，就实在是我的学生。恁会捌真理，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。这句话咱常常听，恁会捌真理，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。这是有信耶稣是真理的人，你会当得到自由。唔信的咧，彼拉多甲彼拉多的对话，耶稣互彼拉多审问的时，真出名。彼拉多讲到尾啊，耶稣甲伊讲：你讲我是王，我为着这来出世，为着这个我来这个世间。是要为真理做见证，属真理的人拢会听我的声，属真理的人、信我的人拢会知。彼拉多甲人问讲，什么是真理？你若搁看落去伊问这个问题了，伊活咧都出去，伊根本都无想要爱有答案，伊出去找工作。伫遮你看到信耶稣是真理的人得到自由，无信的亲像彼拉多安尼。保罗伫哥罗西第1章第15节到17节，伊有讲，我将迄个无3节拢从，我干那将要紧的所在提出来。伊主要讲上帝是耶稣基督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，上帝通过伊，也为着伊创造万物，还未有万物以前，伊就存在，万物靠伊连结好势。这甲约翰福音传所讲的，约翰第1章所讲的，差不多相关。咱普通拢想讲。是约翰大先讲的，因为约翰伫哥罗西的头前。其实保罗写哥罗西是伫约翰以前写的，时间上来讲是迄个以前。所以保罗伊真正看耶稣是道成肉体，是看袂到的上帝的形象。所以上帝是真理，耶稣就是真理，这是真。我佫摕诗篇25篇的第5节，拄仔咱看25篇第4节，大卫求上帝讲，互我有道路，我爱你赏赐我道路。你看伊伫第5节，伊讲啥？求你用你的真理引带我，教示我，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
我规日听候你。耶稣的2000年前，大笔做即款的祈祷。2000年后，耶稣讲我是道路，是真理，真趣味，敢毋是？我拄仔有讲，咱拢讲真理吼。老实讲，真理这样代志吼，我真爱用一个故事。大家拢讲说世间无迄个绝对的物件，一定爱有啦。我要讲一个故事互恁听，我毋知捌讲互恁听无，我毋知。这是一个故事，讲吼有一个吼，一个人伊早起时要上班，拢会对一间表仔店卖时钟的表仔店过吼。啊，伊逐早去遐去时吼，伊拢摕伊的表仔对迄个表仔时钟店迄时间上准啊嘛，所以伊拄仔对迄个表仔对了，啊，就要去上班。啊，伊逐日拢安尼，所以即个表仔店的头家有一日出来甲问讲：我看你逐早起拢对遮来，啊，拢伫遐敲你的表啊吼，啊你是安怎？你逐早起拢伫遐敲表？伊讲啊我伫工厂吼，我是咧顾时间的啦，啊要 coffee break 甲食中昼，迄时间拢我咧顾的，所以我就是讲来即遐对时间上准啊，哦。啊，这个头家讲，啊奇怪，啊我的时间拢你迄个，你迄个讲真讲要食中昼的时，我才刷我的时间去12点嘞。你知我意思无？因两个吼，伊对伊，两个拢想讲对对方是对，时间是对，啥人对？无人对呢。因为咱伫讲的真理，常常是安尼，敢毋是？我想的真理，甲你想的真理，时间爱安怎对？时间爱对太阳甲月亮，迄是人甲我讲的啦。这我听无啦，天文学我听无啦。一定有一个定点伫遐，你才会当判断是非，敢毋是？耶稣讲：“我是真理，因为伊是道成肉体，上帝。过来，伊讲伊是活命。约翰福音段内底嘛，足侪关讲耶稣是活命的代志。我几礼拜前，伫讲耶稣迄垃圾路个活，真出名的一句话，耶稣讲：我是个活。”甲活命，伊讲活命，伊是活命。我嘛是有摕过来一个所在圣经出来吼。约翰第1章第1章的第3节到第4节，上帝通过伊创作第4节吼，第4节，伫伊内面有活命，即个活命是人类的光。恁会记即节圣经啥物？这几若月以前我讲过啊。啊，耶稣佫讲伫咱头一个 I am， 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。第6章35节，我就是互人得到活命的饼。来我遮的人一定袂枵，信我的人一定袂喙焦。耶稣讲我活命的饼，过来吼。第10章第10节真出名，我来是要互恁得到活命，得到真丰盛的活命。啊，佮咱几礼拜前讲的，互列撒罗个要互列撒罗个啊，耶稣甲马大讲，我是个活，我是活命。耶稣讲伊是活命，啊，我伫讲这道理的时，我有讲，伫希腊文的内底有一字命吼，生命 bios， 迄字就是咱的 biology， 迄字啦，生物生命，咱的身躯这个生命。啊，佫一字叫做 Zoe， Zoe 就是上耶稣讲这个活命啦。
我无要阁说明这个代志，我有去找到一句哦，足好会当说明的，是英语的，吼。这个人 Greg Laurie 伊讲的吼，伊讲吼，医学 medical science 吼，是要互咱会当加添咱的年岁，互咱的生命会当延长。迄个 bios 会当延长，总是干那基督会当互咱遮个伫世间的 bring life， 会当互咱的生命有活命。我想这是上好的说明啦。医学互咱的命会较久，那即马人拢可以活真久啊，这有影。总是你活遐尼久，若无意义就无意思啊。敢若基督才会当互咱有活命、有意义的活，基督会咱互咱有 Zoe 这个活命。啊，我阁去找着大笔，原来大笔真趣味呢。伊这嘛是大笔的祈祷，伊求上帝互伊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这是伊别个诗篇写的，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，伫你面前我会满满的欢喜，伫你正边我永远的快乐。大笔知影讲，伊上帝会赏赐伊活命，这个活命是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的命，迄就是耶稣所讲的活甲真丰盛的活命，敢是？圣经实在是真宝贝吼，真趣味的代志。但到遮吼，到遮真水啦，真水，真水。总是吼，一个真大的问题吼。耶稣讲我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了后吼，伊伫第6节后壁加一句话讲吼：若毋是通过我，无人会当去爬遐。你知影即句话的麻烦伫倒个无？足侪人吼，足侪人讲，恁才会信耶稣，恁耶稣足阿爸的，敢若你才会当去恁上帝遐，啊别人拢袂使哦。你捌听人讲啊？宗教拢在劝善啦，宗教拢共款啦。咱做基督徒，你要安怎用？啊，敢有影？敢若通过耶稣，咱才会当去爬啊！我甲你讲吼，我即马做牧师，甲恁讲者，恁一定想讲，你对古早就安尼信是无？无啦！我实在甲你讲，我少年的时候，迄阵啊，信仰的叛逆期的时候，当时甲你讲，我读着耶稣即句话嘛，感觉你是啊，你太安尼，敢若通过你哦。你捌安尼想无？有人用即个讲咱信耶稣是真排斥性的，排斥别人，对无？我若要正讲的有理啦，这耶稣讲的啊。日本有一个和尚叫做Suzuki，伊的名我袂记得，我敢若会记得伊讲吼，伊讲伊日本人，所以伊讲吼。阮要爬去富士山吼，路足侪条，主要是逐个拢会当爬去迄个悬崖就好啊，无一定干那一条路尔。啊，恁耶稣就讲，干那我即条路，啊，爬富士山路就遐尼侪条，是安怎干那你即条啦？对啊，你要安怎用？我甲你讲，我有一个时阵，我嘛同意苏主奇的讲法呢。咱信耶稣真正是，敢需要到安尼？阮讲吼，这毋是在讲牧师话，这毋是在讲牧师话，有可能是遮侪岁啊吼，经历足侪吼。我真正感谢上帝吼，甲我带倒转来，圣神开我的目睭。我拄仔有讲。耶稣讲即句话，是对11个学生讲的，毋是对群众讲的。
对基督徒讲的啦，讲较简单啦。你若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若讲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若袂当接受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你敢会使讲你是基督徒？耶稣若对你来讲，若毋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你是安怎着爱听伊的话？讲着爱廿12个日日来对耶稣。若敢路的一条若定，你是安怎着爱去对这个耶稣？你若毋去对释迦，你若毋去对穆罕默德，咱若是基督徒，会记得耶稣这是甲11个学生讲的，毋是群众讲的。伊嘛知影真侪人毋信伊，这是真要紧的信仰呢。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我若袂当讲耶稣是道路是真理啊，已经毋是基督徒啊啦。敢毋是安尼？佫一项吼，讲咱排他性，你敢知影？咱逐日拢做一个排他，你知影无？我甲你讲，我今仔日要出门的是拣这条内裤带吼。我剩的遐我拢无拣，我著排他，你敢知影？敢袂啊？你穿恁兜鞋啊？你几双我毋知啦。你出来敢穿一双尔？你剩的遐拢无穿，你拢穿一双尔呾？是安怎？你拣的啊？你有排他有啦。若要说明佫较简单，用结婚啦。你还未结婚以前吼，你会当足侪男朋友，你会当足侪女朋友，拢会使。无人会讲你安怎。总是有一日，你真正爱一个人，你决定要甲这个人生活的时，你毋免排他上，你会当逐个拢好哦。结婚吼，若真正有听，这个排他性毋是问题啦。若真正有信，迄个讲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，毋是问题，应该毋是问题。同款理由嘛，结婚了吼，排他袂出问题，是无排他才得出问题呢。所有的婚姻的问题，拢嘛是遐无排他才得出问题，敢毋是？啊，人问讲，恁基督徒安尼吼，恁的眼光会足下。我甲你讲，马太第7章13、19、14节，耶稣讲吼，有2条路，一条足大，恁知影迄个譬如无？一条路足大，啊门嘛足大个，行的人足济。伊讲恁着爱行迄条下路，对下门入去。信仰本来就是下啦，要对耶稣迄条路本来就是真下啦，无啥物奇怪啦。我今仔日用大笔的迄落诗篇足济哦，我佫出大笔的一篇诗，迄个诗篇25篇的，上尾啊吼，有无？吼，诗篇25篇哦，第7节大笔，伊求上帝互伊道路甲真理了后吼，伊甲上帝讲哦，求你毋通记牢我少年的时罪过甲过失，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慈爱，因为你的恩惠纪念我。我甲你讲，我感觉这节圣经是伫讲我。我拄仔甲恁讲哦，我少年的时候，我真正讲耶稣是真理，我咩？我有一个时阵，我足反感的呢。你哪会使安尼？这吼，大笔替我甲上帝祈祷。我真正原来伫上帝面前，我要甲讲吼，拜托你毋通记我少年的是安怎，照你的慈爱宽待我。咱逐个拢需要即款的祈祷，敢毋是？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对阮的主所讲即句话，遮尔要紧的一句话，互阮会当有
机会深伤。伊叫阮着爱信伊，着爱信上帝。主啊，阮有信，恳求你帮助阮信无够也。愿阮会尊你做大，尊你做阮人生的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阮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个机会，通分享你的真理的话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